咁啊睇香樟綠洲啊，東莞樟木頭呢邊㗎，香樟綠大社區呢邊啊，基本上都係電梯樓比較多啊。而家呢套咧係81個平方，呢個露台位置係接近去到6個平方嘅使用空間啊。缺點就係2樓，但係我哋呢個採光同埋整體一個採光面咧，同埋展示面都非常舒服㗎。而家呢邊露台做咗個洗衣機嘅位置啊，同埋洗手盆。整體呢個佈局咧係比較合理，即係傳統啊方正弧形嚟㗎。整體開間3.8米啊，呢邊客廳位置、飯廳位置喺呢度，然後呢個廚房位置咧做咗半開放式，做埋吧台位置啊，整體個視覺效果 OK。點解推薦呢套咧？總價平啊，而家50零個，唔到60，59.8個。咁啊呢邊保養廚房空間保養就比較差少少啦，但係呢3件套咧都係比較保養 OK，搞個衞生就 OK 啦。咁呢個位置原先係一個入戶位置、入戶花園嚟嘅，咁你後期你可以改造成一個細房間或者係雜物間啊，都冇問題。書房位置都喺呢度，所以整體呢個戶型嘅陣式空間都 OK。房間正81個平方，然後而家2間正經房間咧都有採光面，然後而家床係1.5米嘅，咁呢邊個衣櫃位置咧就未做啦，但係整體個層高啊同埋我哋房間嘅戶型啊都 OK 嘅。咁睇翻我哋廁所空間啦，未做乾濕分離，但係3件都有晒。主人房而家1.8米嘅大床啊，整體空間呢個過渡都有喺度。咁你漏水啲情況就 OK，佢冇搞過裝修，後期冇搞過就未有過就好好睇出有冇漏水啦。咁呢邊飄窗位置咧，大概係2.2米一個長度，進深去到80 cm。咁你都係採光面都 OK 啊，總價 total 50零個最緊要。咁你去到中心區肯定就樓齡會舊啲啦，但係呢個樓齡新啲，去到係10年嘅一個樓盤啊，電梯單位，大社區，即係社區入邊咧，基本上賣菜、賣肉、賣魚啊、食飯啊、行街都有齊晒㗎啦。咁度假形式嘅呢個咁嘅採光面咁嘅戶型比較舒服啲。新樓最緊要你個感官唔一樣啊，59.8個，興趣你嚟現場。